吁吁。表小姐在西域咒术里面，可发现什么端倪？不知道娄公子看完之后有何想法？表小姐当初答应在下的婚约，自然是不得已。可事到如今，我想我们已经没有把婚约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这是我娘的墓。自从我姐姐不见了以后，我爹就把自己关起来，一直在闭关修炼。这太顶上只有一个冷冰冰的萧二。要不是小师妹，我真的要觉得自己被抛弃了。或许你姐姐也是这么想的吧？为什么？我随口说的，你别在意。我希望我姐姐过得比我好。你爹娘知道你姐姐是被谁带走的吗？我爹应该知道吧？为什么？他闭关的这些年，我去找过他，我问他什么时候出来，什么时候去找姐姐。他总是说时机还没到，时机还没到。那什么时候才是好的时机？什么时候才能和姐姐团聚？他又不说话，我都好久没有跟我爹见面了。你爹也算是名满天下的高手，怎么会把自己逼到如此境地？我爹自己都觉得打不过的人，带走我姐姐的人，一定是很厉害的人物吧？如果你姐姐现在出现在你面前，你还会记得她吗？记不得了，所以我才讨厌我自己。如果我记得，如果我是一个武学奇才，说不定我就可以把我姐姐带回太乙山了。你呀，你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，不是吗？
我才有这种无力感。每天在这太乙山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团聚。现在连小师妹也被带走了。今天幸好还有你。我真羡慕苏冉冉，有你这样的好姐妹。我们也是好姐妹呀，你呀总是这么见外。好了，咱们下去吧。今天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好。哎，最近有没有觉得我的厨艺见长啊？等小师妹回来，她一定会很惊喜的。不对不对，她都要嫁人了呀。你呢？我，你别逗我了，谁能受得了我呀？总会有人爱你的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怎么了，表姐？既然决心嫁给秦朗，为何还是无法在你脸上看到笑容？没有啊，秦朗挺好的。他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若不跟从自己的心，而过于随意地决定你的人生，那表姐是不是可以问问为什么？表姐，我如今想做的就是忘却。忘却？忘却你已然忘记的梦中人，还是那个让你伤心的日轩？我不知道。自从阿如死后，我再也没有做那些梦了。阿如没死之前，我总以为，就算别人说他是大魔头，但是在我这里，他是个好人。可是我错了，他连阿如都杀，他还只是个孩子呀。那他为什么杀阿如？他跟我说，阿如本来就死了。可是，他明明还会动啊，他只是被那个琳琅给控制了而已。那当时的阿如，是不是很奇怪？阿如，你受伤了？阿如，阿如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阿如，快住手！当时我怎么喊他，他都听不见，然后拼命地拿剑要攻击我。如果真是按你说的那样，那么日轩说的没错，阿如确实已经死了，而日轩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让阿如更早的入土为安。什么意思？西域咒术里有一篇记载关于傀儡师的描述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阿如就是在死后被人制成了傀儡师，而日轩，一是为了你，二是为了让阿如姑娘更早入土为安。所以冉冉，你错怪他了。不可能。是真是假？你何不亲自去问问他呢？孤城遥看枝头半残月，泊在水中独留一生缘。姐姐希望你下辈子可以做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孩，可以笑，可以唱歌，可以说话，可以开开心心的好好活着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阿如被操纵成傀儡师，那不是你的错。我要嫁人了。我知道。我只是想知道，我3年前的记忆中到底有没有你？我梦里的那个人
究竟是不是你？记忆原本就是可以烟消云散的东西，你何必沉溺于过去，不放任于当下呢？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，我告诉你，从前我不认识苏冉冉，而苏冉冉梦里出现的那个人，也不会是日轩。那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救我？因为你跟他长得很像。是啊，我忘了，你爱的人是月影。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冉冉，你没事吧？表姐，我没事儿。冉冉，你与日轩的事，我不便多问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在这个世间，没有什么感情是不容于世的，只有不容于心的。冉冉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找二表哥。我头好痛，想要站开呀！表姐，冉冉，表姐，冉冉，冉冉。小二，何事？我就是来看看你这个大冰块还活着没有。你说你一天天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让你多说几句话跟要了你命似的。我就怕有一天呢，你不知道死在哪个角落，尸体臭了都没有人知道。你的伤怎么样啊？已无大碍了。你呀你，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，迟早把自己给憋屈死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好吧，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你先前说有月灵宫的人上山想盗取月亮花，我已经把他打伤了，也许他现在还在太乙山。居然敢打我太乙山月亮花的主意！小二，你好好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。月亮花种子成熟之日越来越近，你的伤怎么办？我自有分寸。啊！该死的萧二，活该你一个人，活该小师妹不要你，谁会要你啊？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离开了。今天姐姐，琳琅找你找得好辛苦呢。你起来吧，交代你的事情你未办好，我只好自己过来。可是今天姐姐，并不是琳琅没办好啊，是月护法阻挠琳琅的呀。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才好呢。你如何得知我在这里？姐姐。
影呢？明明什么都不如姐姐你，却仗着用护法爱他，就打他、骂他、撵他走，还想杀了他呢！唉，一点也不给用护法好脸色看，真是狼心如水，切心似铁呀！姐姐，琳琅觉得呀，这样的女子还不如杀了呢。你要是敢杀了他，我一定杀了你！哎呦，姐姐，我好怕呢。不过你放心，琳琅啊，只是说笑呢。可是姐姐，琳琅真替你感到不值啊。你说你心心念念为右护法好，可是他呢？他甚至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呢。住口！姐姐，你知道公主为什么一直都不喜欢你吗？因为你呀，就是心太软，明明喜欢右护法，却连说一句喜欢你都不敢。右护法自从知道你喜欢他，对你可是躲避不及呢。那又如何？也是，姐姐你爱他爱得那么深，根本就不在乎能否得到了，是吗？住口！姐姐，想来公主出关的时间也快到了，京城的人都在找我，我就回玉灵宫去了。日雪，连琳琅都打不过，怎么做我嗜血红颜的徒弟啊？右护法，你想要带他受罚？我成全你，成全你了。师父，求求你了，别再打了！你快走！别说话！师父，我是不是会跟你一样，求而不得，永远都等不到他？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？你说，同样是一起长大，区别怎么会这么大呢？到底是谁让你那么生气？还能有谁？那太顶上那冰山呗。萧沐尘。估计这冰山，只有见到小师妹的时候才会被融化吧。我也很想见见她呢。你见到小师妹，你一定会喜欢她的。她呀，笨得跟猪一样，整天迷迷糊糊的，在太乙山这么多年了，还老是给我迷路。就说上次吧，她那几个哥哥抓她回去成亲，我告诉她下山右转右转，她还能给我左转。最后就被她那几个妖魔鬼怪的哥哥给抓回去了。真是操碎了我的心呐。她还真是有点糊涂。是啊，说起来，我都好久没有见她了，还真有点想念她呢。妹妹的病，二哥不是说已经好了吗？这都几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是昏迷不醒啊？冉冉的烧已经退了。妹妹昏迷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？我跟她说，没有什么感情是不容于世的，只有不容于心的。不容于心？这跟妹妹昏迷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她自己的心魔，除了她自己，没人能帮得了她。心魔？什么心魔？那怎么才能去除心魔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舅舅舅母。相约一
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是一难，想念何以堪？落灯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忽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一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